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现在为你所进行的单元是阿公来开讲，我是你的好朋友喜信。现在伫节目中间邀请到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大英府团队伫咧节目中间，甲咱做来开讲。咱请大团队甲大家招呼一下。诸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今仔日来请教大团队一句谚语：鸡仔长，鸟仔大，这什么意思？鸡仔长，鸟仔大。嘿，咱有当时讲，哇，迄是鸡长啊啦，鸡长啊，细一条啊，迄长啊，安尼足油足油的。鸟仔的巴肚，鸟的巴肚嘛细啊个啊，所以鸡仔长，鸟仔大啊，是咧讲人的度量真细啊。是这个原因。真正委屈啦，就是讲有小可代志，就甲人斤斤计较，家己也袂快乐，互别人也袂欢喜，无度量这款人叫做鸡仔长，鸟仔大。所以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去讲到这个爱的真谛都有特别讲到，讲爱就是凡事包容，这真歹做。包容，实在有影，咱像翁仔某之间啊。丈夫有丈夫的缺点，太太有太太缺点，丈夫都要包容太太缺点，太太都包容丈夫的缺点，翁仔某到底才欢喜快乐一点。若要斤斤计较，吵到冤家啦，到尾也是甚至闹离婚，那就是可怜啊！应该是袂使离婚的吼。家庭煞破碎，家庭破碎去，囡仔受害上凄惨啦。所以讲做人真要紧，就是讲咱要有宽容大量，唔通鸡仔长，鸟仔大。这个过一句谚语安尼讲宰相肚内好体准，这什么意思？这就是你讲到你若要做宰相，人力万机啊！要足济老百姓的代志，你拢爱处理。你若无度量，你看你要怎处理代志啦？为着一项代志，都气到要死啊！搁10项代志咧等你啦！你若有办法做好，所以宰相腹肚内爱亲像大海同款，还是讲大河同款，会当体准啊！若是安尼伊毋再包容足济代志。大细的代志，好代志、歹代志，伊拢有当包容。度量若大就会当容纳别人，对别人迄个无心所犯的过错，伊嘛会当甲接纳。有的人毋是啦，人无心做毋好啊，无小心做错，袂当原谅人。这是足毋好一件代志所以讲宰相腹肚内好体准若是会当做甲宰相都应该有宽容大量啦。所以这个圣经内面列王纪上第4章29节有咧讲古早这个荣华富贵的这个所罗门王，得到天顶的神真大的这个福气，真少年伊就做国王嘛。感觉讲我做一个国王上要紧就是处理老百姓遐尼济代志，爱有聪明，爱有智慧。所以天顶的神甲讲，你爱三个拢属乎你你要好家，要长寿拢会使属乎你安尼上好但是这所罗门王伊无求别，伊讲神你互我智慧，互我会当料理国事，会当将这个百姓甲治理甲真好。老百姓大家当幸福过日子这就是我国王上个大希望。所以神你赐我智慧的所以这个圣经安怎写？讲神赐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下面写讲甲广大的心，亲像海沙未当测量，遮宽海沙你看偌海沙那个安尼用手个安尼个抓一坨哇！几万粒海沙，你看海沙偌济啦，这意思就是讲，一定是特别互这个所罗门王一个广大的心，亲像海沙遐尼济，袂当测量的一种容纳人的心，这种心就是上界宝贵的心啦。所以讲宰相腹肚内好体准做一个国王，伊就是爱当体谅百姓的困苦，爱当容纳百姓无心犯过错，安尼才好。这句话佮甲宰相有关系，就是讲宰相无出门，会当知影天下事。宰相不出门，明知天下事。这个是意思是讲做宰相的人伊若要出门，规国拢去巡视，哪有遐济时间？这个时阵真需要，就是讲伊这部属，这幕僚安尼甲协助。所以讲宰相伊伫厝内会当知影天下发生的大事伊拢会当了解。那安尼伊毋知有办法治理这个国家，伊判断毋知正确。所以圣经内面这个箴言15章22节有咧讲讲若无生商量所无无效，无事众多，所无乃成。这句话真要紧甲咱讲做啥物代志有较济人甲咱提供好的意见，有足多无事因会当提好的意见互咱，将因所看所知甲咱讲，大家来讨论。
来找一个上介好的方法，安尼来解决问题，一定会成功。若是大家拢不爱参详，不爱将家己的意见、家己的什么好的想法讲出来，到尾代志就办袂成功所以做一个宰相真需要，就是要有忠心的这部属，这拢当提供美好的这个意见。爱朝伊判断正确，处理这个天下大事才会当处理得正好。我宰相不出门领知天下事啦。这是这个原因。咱对这3句谚语中间咱罗兰德唔知还有其他综合性的一个见解无？所以我一直感觉讲有当时咱发现讲有的人实在有足侪烦恼的代志，实在烦恼拢是因为咱人小可代志也甲看伫心内。所以有一天咱若是会当安尼，将小可代志拢摕掉，干那去处理这大项的代志我想咱的心内一定袂艰苦袂烦恼袂讲困袂去所以讲鸡仔长鸟仔多实在互人真痛苦所以咱有一个办法会当改变家己祈祷天顶的神求你互我会当宽容大量，求你我会当看重重要的事对细项的代志会当甲看一边当原谅别人的过错当宽容大量，亲像这个宰相甲阮巴肚内会当提准，我会当安尼过着快乐的日子，我一生一世唔走幸福。那安尼神你帮助我会当做一个乐观的人，会当服侍你做你的工作，像宰相同款会当处理足侪代志，就是救人传福音的代志，会当去传福音救世间人，这上介好咧。所以伫咱拄仔所讲的这个演语中间，咱有感觉讲鸡仔长跳多，这是心真的上面也是讲到咱人的软弱啦。独独唯有靠主耶稣基督恩典，我靠着祈祷，咱才会当赢过。因为咱人太软弱咧。咱伫这个以后节目中间坐邀请着大杨谈道继续过来甲咱讲到有关演语的智慧。咱今日就讲到这，咱求天顶的神使咱聪明智慧，亲像所罗门王同款，求神使咱广大的心，亲像海沙未当测的安尼上介好。咱今日这个单元节目就到这个所在。当你基督的心为心，在基督里彼此勉励，使我有相同安慰的爱心。当你基督的心为心，有生命，有慈悲怜悯，使我有满足的欢喜。贴心贴居神的怀里，使我能与主你相亲。贴心贴居神的怀里，愿基督真心在我心。当你基督的心为心，在基督里彼此勉励，使我有相同安慰的安息。当你基督的心为心，有生命，有慈悲怜悯，使我有满足的欢喜。贴心贴居神的怀里，使我能与主你相亲。贴心贴居神的怀里，愿基督真心在我心。当你基督的心为心，在基督里彼此勉励，使我有相同安慰的爱心。当你基督的心为心，